看到我们后面小提琴手董兴国啊，他们拉小提琴，还可以喝小米酒。原来阿美族也很会射箭哦。是的。现场所有的好朋友、主持朋友、汉族朋友，其他族群的朋友，再一次给我们热烈的掌声，来谢谢、加油、鼓励、打气他们。这正中有阿美族，有塞夏族，有卑南族，哇，还有布农族，哎呀，你看不上。中间跳舞不要喝啤酒哈，要不然来一箱就。主持人你会口渴哦。大哥，主持人也会很累的呀，对吧？喂，出来。那个笑容知道你们今天非常的开心。哇塞，宝莲对不对？大妈，有事。好，好，是。那每一件族服都这么的珍贵，哇！掌声鼓励，谢谢我们深坑区的妇女。你看舞跳得好，跳完的时候还彬彬有礼给她，哇！掌声，再次给他们这些掌声，谢谢。